而且除了食肉粽以外，也有白龙船伫雾峰的北柳社区，利用天然的在地这个溪啊，规划趣味的这个白龙船的比赛，用这个大链啊，甲这个面桶来做船，有不少新移民参加，这毋能感受过节气氛，嘛当认捌台湾的传统文化。伫咧边泡泡的水面，会当看到选手正骨力伫咧背树林裤，这就伫咧雾峰的北柳社区，一共举办趣味版的白龙船比赛，互社区民众拢感觉真心sau树林裤就是落家弄个面桶落，互伊倒过，嘛足趣味的啊。并且通过北柳社区，经过整治恢复，民众真爱来遮散步，为着找找过期火烧，社区少年所真侪年拢伫咧5日节前举办趣味版的白树林裤比赛。白树林裤看起来真简单，也毋过真了开力。今年嘛有咱的外籍的，咱的外配，咱的外籍工，大家拢来参与。希望透过活动，共同守护家乡的河川，同时嘛感受台湾传统节庆热烈的气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